東咧就下令咧嚟到派好多嘅轟炸機嚟到轟炸呢個嘅也門裏邊呢啲胡塞嘅分子。可能有啲弟兄姊妹有留意嘅新聞，可能有啲冇留意。其實呢度咧係可大可小嘅一則嘅新聞。大家知道咧，呢啲恐怖分子有兩派啲激進派嘅呢啲回教分子有兩派，一個咧叫做遜尼派，一個叫什葉派，大家知下。咁大家知道伊斯蘭國咧 ISIS 咧係屬於呢個遜尼派，咁另一派咧呢個嘅什葉派咧就係屬於胡塞分子。胡塞分子咧其實喺新聞裏邊過往呢一兩年未必聽太多，但係最近咧係值得我哋注意。因為咧佢哋都其實咧嚟到做舉行好多啲恐怖嘅活動。長話短説，上個週末咧大家記得咧就係美國有好多個轟炸機嚟到去轟炸喺也門，也門咧就係胡塞分子嘅基地。轟炸佢哋之後咧，呢啲胡塞分子咧就宣言咧一定要報復，佢哋話一定要向美國報復。呢個係時間問題。唔單止係咁樣，你知道胡塞分子嘅後邊撐腰嘅大哥喺邊啊？伊朗。伊朗亦都誓言一定要向美國報復。大家聽咗呢啲嘅説話咧，希望放在心中，亦都為美國祈禱。伊斯蘭國曾經做好多嘅行動，帶俾我哋好多嘅傷痛。而家另外一派什葉派胡塞，再有伊朗喺後邊支撐，亦都求主特別嘅憐憫，佢哋真係計劃有啲肯定要做嘅報復嘅行動。呢兩日大家有冇留意另一則嘅新聞？就係呢個嘅黎巴嫩，呢個嘅以色列，大家知道加沙走廊呢個停戰與哈馬斯停戰嘅已經呢個協定咧又被破壞，又開始好多施殺嘅行動，轟炸嘅行動。大家有留意呢則嘅新聞嘅時候，你會發覺我哋覺得好難過，以為好似邁向和平，但係而家又向後走。當我哋聽到呢消息嘅時候，我哋更加火上加油咧，就係美國亦都因為黎巴嫩咧就向美國咧嚟到發出呢個攻擊，結果咧美國咧而家要報仇，就轟炸黎巴嫩。黎巴嫩咧大家亦都知道咧亦都有喺背後咧有都好複雜嘅一啲嘅情形要出現。並且咧，呢個胡塞亦都會加入。頭先已經講到胡塞亦都會喺背後咧嚟到加入呢個黎巴嫩呢啲嘅一啲嘅計劃。我哋聽呢啲好複雜嘅呢啲嘅人禍天災唔講啦，呢啲天災亦都有好多呢啲嘅人禍咧係一波接一波，一波接一波。並且咧唔係話與你同我冇關係，與你同我咧係息息相關，因為好多都係同我哋美國係有關係。所以我喺度思想，到底今日應該同大家分享咩嘅信息？我想今日咧同大家用另一個方法咧，就係或者同我平時講道嘅風格有啲唔一樣，同大家今日比較一個overview 嘅方式去睇聖經裏邊好重要嘅一本嘅書，就係歷代志上下。因為歷代志上下咧係話俾我哋聽一個好重要嘅信息，就係神仍然喺度作王。相信我哋好多弟兄姊妹都睇過歷代志上下，但係唔知道大家上一次睇係幾時？我真係好鼓勵大家喺現今嘅咁嘅環境當中，我哋真係能夠嚟到將眼光放翻喺歷代志上下，神要傳遞俾我哋嘅信息。嗱，你發覺歷代志上下寫作嘅背景係咩時代？就係當呢班以色列民佢哋被擄之後，能夠回歸翻去耶路撒冷，100年之後，唔係馬上，係100年之後所描述嘅光景。喺嗰100年之後，日子唔係比以前係更加光輝，唔係啊！原來唔係想象中咁好。翻去耶路撒冷之後呢，其實佢哋亦都要面對好多波斯統治底下嘅一啲嘅好難受嘅一啲嘅環境。
唔單止咁樣，佢哋亦都唔係想像好似以前聖殿咁好，聖殿係被重建，但係冇咗以前嗰種嘅光輝。所以無論民生、宗教、政治各方面咧，都不如以往。已經過咗100年啦，甚至乎咧有好多唔好嘅王嚟到去掌管統治。喺咁嘅情形底下咧，我哋發覺可以咧 summarize 咧，當時候面對嘅咧係邪惡人得勢，人嘅計劃當道，人嘅慘劇繼續嘅發生。嗱，如果你歸納而言，你一個 overview 去睇當時候背景，我哋睇到呢3個嘅情景出現。當我去思考呢3個情景嘅時候，我就問一問，到底你同我今日所面對嘅豈唔係一樣？今日你同我所面對嘅周圍嘅環境，無論美國以外或者美國以內，我哋睇見仍然好多邪惡人得勢，仍然人嘅計劃當道，同埋人間嘅慘劇係繼續嘅發生。喺呢啲咁嘅大環境當中，神就賜下歷代志上下一個好重要嘅訊息。係咩訊息呢？如果我哋歸納而言咧，有3個好重要嘅一個嘅訊息，值得我哋係溫習一下。首先，第一就係神仍然係掌管邪惡人嘅王。嗱，你留意一下咧，其實呢度打出嚟嘅聖經留意一下呢個經文咁講，猶大嘅兒子係以俄南、示拉，這3人是迦南人書亞女兒所生的。猶大嘅長子以在耶和華眼中看為惡。呢個好清楚話俾你聽，有一個惡嘅人，有一個惡嘅人喺度當然佢做啲咩嘅惡嘅事情，呢節經文冇講，但係喺神眼中，佢係個惡嘅人。結果留意下黃色嘅字，耶和華就使他死了。我哋唔好以為當一個惡嘅人喺度得勢嘅時候，神就冇法嚟到去約制佢、約束佢。呢節嘅聖經好簡短話俾你聽，就描寫咗歷代志上下其中一個好重要嘅訊息，就係雖然有唔少嘅惡嘅王喺當中嚟到掌管，但係神嘅手喺當中仍然作王，佢哋生命喺神嘅手中。我想大家留意一下呢個表嚇，呢個表，我嘅表咧畫咗出嚟俾大家睇，留意一下咧，係歷代志上下裏邊其中一個例子嚇。單單你睇歷代志下咧，單單你睇猶大王，唔好講北國啦，我哋講南國嚇，猶大國嘅王。你睇歷代志下咧，列出咁多嘅王。我唔知後邊睇得清唔清楚嚇。前邊咧其實咧呢個嘅有3種顏色嚇。留意一下咧，最上邊嘅第一層咧係好嘅王帶嚟復興、屬靈復興嘅王，其實好少，得幾位嚇。好嘅王都有幾位，但係唔多。但係呢3種下邊請大家留意啦，最下一層咧就係壞嘅王。你睇個表，壞嘅王多定好嘅王多？壞嘅王多。你留意下呢啲壞嘅王我對唔住啲字，我打得太細嚇。紅色嘅字咧就説明呢啲壞嘅王佢哋作王幾長有啲係比較短啲，三個月嚇。但係有啲咧1年嚇，有啲係3年。但係留意一下咧，有唔少咧係佢哋作王嘅時間唔短嘅，有啲7年，有啲8年，有啲11年，有啲17年。你留意一下馬拿西王，總共作王55年，一個好惡嘅王作王55年。我哋都問一個問題：點解咁多惡嘅王？神你喺邊度？你明白歷代志上下一個好重要信息，神喺神嘅掌管底下，佢容許呢啲惡王得勢，並且佢要提醒我哋，雖然有咁多惡人得勢，但係佢仍然係作王嘅神，因為呢啲王嘅長短、生命都喺我哋呢位天上嘅王嘅手中。舉一個例子，希望大家明白下。呢個圖咧，留意一下咧，
有一位王咧叫做亞他利亞。亞他利亞原來係一位女王，唔係男士，係一位女王。嗱，佢咧係值得我哋注意一下。我讀一讀呢段嘅經文，你叫我知下第22章第10節讀到第12節嚇，留意一下咧，裏面有多名字嚇，我哋一齊嚟到讀好冇嚇？亞哈謝的母親亞他利亞見他兒子死了，就起來殲滅猶大王室所有嘅後裔。但王的女兒約示巴將亞哈謝的兒子約亞斯從那實力殺的王子中偷出來，把他和他的奶媽藏在我房裏。約示巴的約蘭王的女兒亞哈謝的妹妹祭司耶何耶大的妻子，她藏了約亞斯，躲避亞他利亞，免受殺害。亞他利亞治理這地嘅時候，約亞斯和他們一同在神殿裏藏了6年。呢度話俾我哋聽咧，其實有好多名字，讀完之後頭都大埋，係嘛？起碼咧有一個呢個女王嘅名字叫咩啊？亞他利亞。大家記住亞他利亞。其他嗰啲我哋咧真係頭都大埋嚇，邊個即係可能頭都大埋。所以咧我就畫咗一個圖咧，希望能夠簡化，讓大家記得嚇。頭先我哋讀幾段經文咧，話俾我哋聽咧，有一個約蘭王，佢個太太咧叫亞他利亞，但係佢係早死。亞他利亞咧就同約蘭王咧生咗2個仔女，老大咧係叫亞哈謝，老大生咗又生咗個仔咧叫約亞斯。咁亞哈謝咧有個妹叫約示巴，約示巴咧就嫁咗俾一個傳道人嚇，佢嫁咗一個祭司叫耶何耶大。嗱，明白呢幅圖啦嚇，明白啦嚇。咁我哋睇翻頭先嗰段經文咧，我哋就會比較明白容易啲啦。嗱，呢度話俾我哋聽咧，亞他利亞咧就出咗一個好大嘅問題嚇。當佢留意一下，我哋翻返去頭先個圖啦。佢個老公死咗啦，約蘭王嚇。但係而家頭先個經文話俾佢聽咧，佢要殺害約亞斯。約亞斯同佢有冇親戚關係啊？有喎，孫嚟嘅，自己嘅孫。亞他利亞咧，當佢嘅兒子亞哈謝死咗之後咧，佢要殲滅頭先個經文咧要殲滅佢嘅家人。呢個阿媽我都唔知佢點做阿媽。佢不擇手段，哇！真係唔知大家有冇睇過香港以前粵語長片有一個叫《最毒婦人心》套叫《最毒婦人心》佢真係好毒，非常之毒嘅，好邪惡一位嘅女王比慈禧太后咧仲要有過之而無不及佢咧舊約學者提醒我哋咧，佢咧係一個巴力敬拜者。佢將好多嘅偶像咧係送到去神嘅殿裏邊，係一個好邪惡嘅一個女王，鼓勵人民去拜偶像，逼老百姓去拜偶像，並且去殲殺無辜嘅生命，甚至乎自己屋企裏邊嘅成員都唔例外。佢統治唔係1-2個月，6年咁長嘅時間。呢段經文咧就話俾我哋聽。雖然佢係一個咁邪惡嘅王，但係我哋睇見一件咩事呢？就係神嘅王權仍然喺當中被彰顯。點解呢？因為佢嘅女嫁咗俾個傳道人叫耶何耶大做妻子，就將約亞斯收埋佢，免得被殺害。亞他利亞殺害，就將佢收埋喺邊度啊？喺神嘅殿裏邊，總共有幾長啊？就係亞他利亞掌王權嗰段咁長嘅時間，6年。嗱，如果你比對一下《列王記下》嘅記載呢，心水清一啲，你要一個 comparison 咧，你會發覺咧，當呢個嘅耶何耶大係個女婿嚟，係個祭司，佢遵行神嘅旨意，佢知道呢個係一個邪惡嘅一個王。所以咧，有一日就去到呢個嘅殿裏邊嚟到膏呢個嘅約亞斯為王。
當呢個約阿斯被膏為王之後咧，呢個嘅亞他利亞就知道咧環境不妙，於是乎咧佢就翻去皇宮嗰度。結果咧佢喺羊皇宮裏邊咧就被殺死，喺宮中殺死。聖經記載列王記下第11章記載咧，當佢死咗之後咧，有一句説話好精彩，國民都歡樂。惡人被殺嘅時候，國民都歡樂。嗱，你發覺有一樣嘢好奇妙咧，就係冇錯，佢呢個咁毒嘅一個嘅婦人，一個王，佢殲殺自己家裏邊嘅人，但係成唔成功啊？唔成功。點解？因為神喺當中仍然作王。嗱，其實我哋喺歷代志上下，你會發覺呢個信息係唔停咁出現。除此之外，我哋進入第二個，我想提醒大家喺歷代志上下，就係好重要嘅信息係乜嘢呢？係神仍然係掌管人計劃嘅王。冇錯，惡人得勢，但係我哋都知道好多時候人嘅計劃亦都係能夠被彰顯。好多時候人依靠自己嘅血氣，依靠自己嘅小聰明，有自己嘅呢啲嘅計劃，為咗要達到自己嘅利益，我哋時時刻刻都會見到。而喺歷代志上下，神要提醒我哋另一個信息，就算有好多人嘅計劃喺當中嚟到去當道，但係我哋唔需要懼怕，因為神仍然係作王嘅嗰位神。嗱，舉個例子，希望大家能夠明白嚇。嗱，呢度咧喺呢段聖經裏邊咧，就有一個好實際嘅例子，就關於耶西呢個家庭。我哋一齊讀嚇。波哈斯生俄備得，俄備得生耶西，耶西生長子以利亞，次子亞比拿達，三子示米亞，四子拿但業，五子拉代，六子亞先，七子大衛。他們的姊妹是洗魯雅同埋亞比該。洗魯雅嘅兒子是亞比斯、約押同埋亞撒黑，共3人。請大家留意一下呢段聖經話俾我哋聽，呢個耶西嘅家庭。讀完呢段聖經，我哋發覺耶西有幾多仔幾多女啊？7個仔。7個仔幾多個女啊？2個女。2個女。後邊嗰3個咧係孫嚟嘅嚇。佢哋嘅姊妹係洗魯雅同埋亞比該。7個仔2個女。咁有啲嘅學者就提醒我哋啦，喺其他經文記載呢個嘅耶西有8個仔嚇，點解呢段聖經提到只有7個仔呢？好多學者都提醒我哋咧，有一個呢係當時候呢係過世，當時候已經唔喺度啦，所以呢段經文只係記載有7個。但係呢段經文你留意一下個背景呢，係好重要，因為呢，你記得你有一次呢，大家知道啦，掃羅王佢唔遵行，佢唔聽神話，對神呢係冇嗰個順服，所以呢神厭棄佢，唔要佢繼續作王，所以呢就同撒母耳講：我已經唔喜悅掃羅。於是乎撒母耳遵行神嘅旨意，嚟到去尋覓神要膏立接掃羅位嘅一位新嘅王。大家記得呢，聖經裏面有一個故事，唔知大家記唔記得呢幅嘅圖畫，説明咩故事呢？就係撒母耳同耶西嘅對話。耶西有7個仔，咁咧就佢就去見呢個嘅撒母耳去見耶西嘅時候，就問：嘿，你有幾多仔啊？可唔可以帶嚟俾我睇一睇啊？於是乎呢，耶西帶咗幾多仔去見佢？6個。大衛冇份，只係帶咗6個仔，前面嗰6個呢個大衛呢個最後嘅呢個仔冇帶去。大家記得故事呢，就係一個接一個，撒母耳都話 no， 唔係，神冇揀選。見咗6個之後呢，就問撒母耳，撒母耳對唔住，撒母耳見咗6個之後呢，就問呢個耶西，仲有冇啊？你仲有冇仔？佢唔出聲喎嚇，唔問唔知喎。喺嗰陣時刻咧就話：我仲有個仔嚇，呢個就係叫大衛。好，我哋就問一個問題：點解耶西初唔帶埋大衛去見撒母耳呢？
嗱，我哋中國人咧就好中意推測嘅嚇，我哋用我哋自己文化去推測，拉仔啊嘛，拉仔拉心肝係嘛？係嘛？拉佢拉五臟嚇，拉仔拉心肝，梗係啦，佢錫住個拉仔嚇，梗係唔想佢啊！誒，大家發覺有啲嘅問題喎，拉仔你梗係想望子成龍㗎啦，係嘛？如果你真係好錫嗰個仔係你嘅拉仔，你梗係想望子成龍。而家係要作王喎，點解唔推舉佢啊？我哋都打個問號啊！嗱，另外一樣嘢咧，如果我哋按照住中國嘅文化去推論咧，話佢唔帶去見呢個嘅撒母耳嚇，因為係呢個係佢心肝寶貝嚇嗱，你會發覺聖經冇咁記載，冇咁嘅支持啦，所以聖經冇咁講，我哋都要打個問號。好啦，我哋就問一個問題。到底點解？聖經有冇啲嘅其他嘅提示我哋呢？啊，聖經裏邊有冇其他提示話俾我哋聽，去回答我頭先所提出呢個問題呢？你留意一下，有一節聖經係詩篇69篇第8節，因為大衛所講，佢話：我兄弟把我當陌生人，我母親嘅兒子把我當外邦人。呢度描寫佢同佢自己親生兄弟嘅關係，好定唔好啊？唔好。呢啲係事實嚇。嗱，根據呢節聖經，我哋發覺啦，大衛同佢呢啲哥哥嘅關係係唔好嚇。好啦，我哋就問一個問題啦：點解唔好呢？聖經有冇啲嘅提示呢？點解唔好呢？嚇嗱，我哋要發覺心水清一啲啊！你發覺啦，聖經裏邊舊約裏邊好重要嘅一啲嘅人物咧，都有提及佢哋嘅母親嘅喎，係嘛？嚇，我舉咗嚟嚇，雅各、尼伯加、以撒、撒拉、所羅門、拔示巴，你知道咧係佢犯罪嚇，同大衛犯奸淫罪嚇。但係雖然佢係咁樣，但係聖經提到所羅門嘅媽媽都會提埋拔示巴呢個名嚇。撒母耳、哈拿嗱，我舉嘅例子咧就係、其實咧係唔係一個嘅問題。好多時候咧，舊約裏邊一啲嘅重要嘅人物咧，都提及佢嘅媽媽嚇。喺呢度咧，我哋就問一個問題：點解大衛嘅母親冇喺聖經裏邊出現過咧？就個名啊，大衛嘅媽媽嘅名冇出現過咧，好似雅各、以撒、所羅門、撒母耳咁樣嚇。唯獨大衛咧母親係未被提及嘅咧。嗱，舊約學者咧就請我哋去思考嚇，有一節嘅聖經，詩篇第51篇第5節呢度咁講：看啊，我是在罪孽裏生的，大衛講嚇，在我母親懷胎嘅時候就有了罪。希伯來文嘅學者話俾我聽，呢節聖經最後一句説話，在我母親懷胎嘅時候就有了罪，可以被翻譯成：當我尚未出世嘅時候，我媽媽喺罪當中生咗我，可以咁樣翻譯。嗱，當我哋知道呢啲資料嘅時候，舊約嘅學者咧就會話俾我聽，有一個推論啊，大衛嘅母親咧嚇係犯咗不道德嘅原因生大衛。嗱，除咗聖經之外，有猶太人嘅文獻，亦都寫及大衛嘅母親曾經犯罪，唔能夠討神喜悅。因為咁嘅緣故咧，大衛嘅父親咧係對大衛嘅態度係唔好嘅嚇。呢啲係聖經以外嘅文獻。嗱，因為咁嘅緣故咧，舊約學者嚇就提醒我哋，有啲特別研究大衛一生嘅學者咧，提醒我哋其實點解大衛嘅母親冇嘅名字冇被提及呢？因為唔想提，因為佢同大耶西嘅關係係唔好，因為咁嘅緣故咧，就造成一個嘅鴻溝。大衛同呢哥哥嘅關係係唔好。我想同大家講一樣嘢，無論呢個嘅推論嚇，舊約呢啲學者嘅推論係啱或者唔啱，都唔係最重要。最重要係乜嘢呢？就係耶西佢用人嘅計劃
想推舉頭嗰6個仔其中一個仔俾撒母耳。呢個係人嘅計劃，但係同神嘅計劃唔一樣，因為雖然人嘅計劃喺當中，但係神仍然喺當中掌權啊！神嘅心意唔係要呢6個仔其中一個，而係揀選大衛。嗱，當你去明白呢一件嘅事情嘅時候呢，故事嘅重點係乜嘢？就係人計不如神計，人嘅計劃不如神嘅計劃。你發覺咧，呢個好重要一個嘅值得我哋好重要嘅思考呢，就係原來呢個魔鬼好多時，大家知道咧，如果你睇舊約有一個好 consistent 嘅一個嘅事實，就係魔鬼咧用盡佢嘅方法咧嚟到攔咗呢個彌賽亞出自大衛嘅家譜。神老早已經計劃彌賽亞要出自大衛嘅家譜，但係神喺當中就係咁奇，魔鬼喺當中咧用好多方法嚟到攔咗彌賽亞出自大衛嘅家譜，但係神好奇妙，佢仍然掌權，有好多人嘅計劃去攔咗魔鬼嘅計劃去攔咗，但係人算不如神算，神嘅手仍然喺當中，所以人嘅小聰明想用自己嘅計劃嚟到去滿足自己達成自己嘅目的，但係人算不如神算，神嘅手會插入，因為神仍然掌握權。我試看一下，我哋今日有好多人嘅計劃，無論喺美國嘅政府又好，政治又好，無論喺你嘅工作崗位或者你嘅環境，你睇見好多人嘅計劃唔係合神心意嘅計劃。但你相唔相信神嘅手仍然配合？佢仍然係作王。呢個係呢個嘅歷代志上下一個好重要，神要我哋消化放在心中嘅訊息。好，第三，神仍然係掌管人間慘劇嘅王。歷代志上第7章第20至到27節。呢度呢，請大家留意一下啦嚇，有好多人名嚇，我提起精神一齊讀嚇，好多人名嚇。以法蓮嘅後裔書提拉，他的兒子比列，他的兒子哈哈，他的兒子以拉達，他的兒子他哈，他的兒子撒拔，他的兒子書提拉。以法蓮又生以謝和以色列，這2人因為下去奪取迦特人的牲畜，被本地的迦特人殺了。他們的父親以法蓮為他們悲哀了多日，他的兄弟都來安慰他。以法蓮與妻子同房，妻子懷孕生了一子。以法蓮因為家裏遭禍，就給這兒子起名叫比利亞，他的女兒名叫舍伊拉。舍伊拉建築了上伯和倫、下伯和倫和烏善。舍伊拉，他的兒子利法和利色，他的兒子他拉，他的兒子他罕，他的兒子拉達，他的兒子亞美弗，他的兒子以利沙瑪，他的兒子亂，他的兒子約書亞，頭都大埋，頭都大埋。我諗讀完啲名，你冇一個記得，除咗一個叫利息啊，好容易記啊。同嗰個銀行嗰個利息係一樣音啊。嗱喺度咧，太多人物啦，太多人物啦嚇。咁咧，但係咧，請大家留意一下咧，就係、我幫助大家咁樣啦，有個表俾大家睇睇。先唔好睇右手邊嘅比利亞，睇左手邊嘅書提拉、以謝、以列。以法蓮咧就生咗呢3個仔。頭先讀嘅一段經文咧，就係呢3個仔都俾人殺死。大家記唔記得？因咩事佢哋俾人殺死？偷牲畜，偷人哋啲咩啊？牲畜啊！喺好多英文嘅版本咧，係翻譯做牛群。佢偷咗人哋啲牛啊，唔係偷咗人哋啲小狗，係偷人哋啲牛啊。咁大家知道咧係罪啦嚇，但係咧未至於被殺嘅啫嚇。冇咁嚴重啩係咪？你偷咗啲人嘢要判死刑嚇，冇咁嚴重嚇。好明顯咧，
係有呢個嘅 overdo 嚇，有一個過分嚇，呢、個嘅懲罰係有啲嘅過分。嗱，我哋温習下頭先嘅經文啦嚇。呢度話俾我哋聽嚇，呢個咧就佢嘅父親以法蓮啦嚇，呢三個仔嘅父親就真係因為呢三個仔咧就俾人哋過分嘅去出氣啊，應該咁講嚇，就殺咗佢。因為偷呢啲牛就被殺，所以佢父親咧以法蓮就為咗佢哋悲哀多日。留意一下，唔係細蚊仔喎，呢啲係成年人嚟喎。呢三個仔細蚊仔都冇嗰個能力去偷牛嚇。咁呢個成年人嘅仔通通被殺，佢咧就為佢哋悲哀咗多日。嗱，你會發現一樣嘢咧，呢個係人間慘劇，係嘛？佢三個仔偷咗你啲嘢係罪，但係未至於一個地步要被殺啫。所以俾人哋殺咗唔止一個，三個仔通通被殺，人間慘劇。但係喺啲人間慘劇當中咧，你會發覺神要傳遞一個好重要信息係乜嘢嘢咧？留意一下呢度嘅經文。後尾就我哋先讀呢度黃色嘅字。呢度話俾你聽，佢兄弟咧都嚟安慰佢。以法蓮與妻子同房，妻子懷孕生咗個仔。以法蓮因為家裏遭禍，就給他兒子起名叫比利亞。呢段聖經講得好清楚。當佢呢三個成年人嘅兒子被殺之後呢，人間慘劇發生之後，有人嚟安慰佢，之後咧佢同佢太太同房，之後就再生一個。你留意一下，佢唔係年幼得志，已經啲仔都大晒，因為經歷啲人間慘禍嚇，人間嘅慘劇，人就勸安慰佢，於是佢就同太太同房，再生一個仔。你留意一下，呢個仔當佢被出世之後咧，佢仍然係佢嘅痛苦冇被挪開。點解咧？因為佢俾個仔嘅名咧叫做比利亞。以法蓮因為家裏遭禍，就給這兒子起名叫比利亞，係咪？好明顯佢以前嗰種嘅失去呢三個兒子嘅痛苦，佢冇完全嘅忘記，所以俾佢嘅名叫比利亞。嗱，你發現有一樣嘢好重要咧，就係乜嘢咧？就係翻去呢度嘅家譜。再重複下，頭嗰三個仔係經歷人間慘劇，係離世。但係你要發覺一樣嘢，喺嗰個咁嘅環境慘劇當中，神賜俾佢另一個仔叫比利亞。呢個比利亞原來就係約書亞嘅祖宗。嗱，約書亞喺舊約裏邊扮演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大家好一心印象。進入迦南地，約書亞迦勒。約書亞大家知道進入迦南地，佢扮演一個好重要嘅角色。約書亞記裏邊，我哋可見一斑，神係使用約書亞嚟到帶領神嘅子民嚟到進入呢個流奶與蜜之地。如果冇咗約書亞，呢個好可能呢個歷史改寫。嗱，我哋發覺呢樣嘢，當我哋睇呢個表嘅時候，我哋 confirm 一樣嘢，確認一樣嘢，就係人間有慘劇，但係人間慘劇之上，仍然有一位掌管王權嘅耶和華真神。所以我哋唔好淨係睇負面啦，唔好淨係睇負面。有時我哋嘅環境睇上嚟，哇，都係負面嘅。你要明白，我好中意咧，有人講句説話，相信大家聽過。我哋好時候基督徒咧，好似咧去到 dead end 冇出路。但我基督徒咧，唔好淨係睇平面，我哋睇埋另一個 dimension， 我哋向上睇。我哋絕路係絕路，但係我哋有天梯。我諗到一個故事，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嚇？有一間士多家庭經營嘅家庭式嘅經營嘅士多，賣好多嘅
呢啲嘅食品啊、家庭用品啊誰不知咧冇幾耐咧喺佢依家士多嘅右手邊開間大型嘅連鎖超市，大石砸死蟹啦咁從人嘅角度嚟睇，哇為呢個士多憂心。再過1個月之後，喺街嘅另一邊又開個另一個嘅牌子嘅大型超市，呢度有一間 A 大型超市，呢度又有一間 B 大型超市。啲士多嘅常客就話為呢間士多擔心。結果冇幾耐之後咧，過咗1、2個月之後咧，有一個嘅士多以前老客經常幫襯嘅客人咧，就翻返去路過嘅時候咧，睇睇士多嘅環境係咪執咗笠啦？兩間大超市夾住夾住呢個士多有冇生意咧，就好擔心。誰不知咧，原來啲士多生意比以前更加好。點解啊？原來老闆喺士多嘅門口擴大嘅門口，並且咧喺門口上邊咧裝咗一個咁嘅牌 entrance 入口。你明白呢個故事啦？我覺得咧，其實俾我哋一個好好提醒呢個故事無論係真與假，俾我哋一個好好提醒，唔好用人嘅眼光去睇所謂絕路。我哋用屬靈眼光去睇，我哋有天睇。好，喺呢度咧，想同大家咧，希望我今日呢篇信息咧，能夠大家真係能夠消化，要消化並且放在心中，因為咧歷代志上下嘅信息對我哋今日係非常之有好大嘅提醒，就係喺邪惡人得勢、人間慘劇當道、人間計劃、人嘅計劃當道、人間慘劇持續嘅時候，我哋嘅神仍然作王。好啦，應用，我想提出2個應用第一，從新嘅角度去重讀歷代志上下。可能咧，你上次讀歷代志上下咧已經好耐之前。我鼓勵大家聽完今日呢篇道之後咧，你重新再讀歷代志上下。今次讀咧係從呢3個角度嚟到去讀。讀嘅時候就記住神點樣喺呢本書裏邊歷代志上下，你要描述雖然邪惡人得勢，雖然人間嘅有好多嘅計劃當道，好多人間慘劇不斷嘅發生，但係神仍然在作王。好，第2個應用，用正面嘅角度嚟到睇負面嘅環境，正面嘅角度去睇負面嘅環境。你會發覺咧，我哋好多時候，我哋大環境太多事情，令到我哋係好容易好灰心睇負面。但我哋用正面去睇我自己牧會咗咁多年咧，我發覺我喺羅省第一環浸信會總共牧養30年有同弟兄姊妹講過我當中咧面對一個嘅挑戰，就係有啲嘅年輕人喺教會長大，甚至乎中學嘅時候都好熱心要侍奉主、帶領崇拜諸如此類但去到大學嘅時候咧，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啲咁嘅青年人喺羅省一陣好多，我唔應該係understate 有真係好多。去到大學之後咧就離開住。其實係好普遍。我而家去唔同嘅教會講道嘅時候，發覺呢個現象係非常之普遍。呢個現象咧喺華人教會裏邊咧，喺加州華人教會咧係可見一斑，好多嘅地方好多華人教會咧都係一樣喺教會長大，去到呢個嘅大學時期嘅時候就離開神。點解咧？因為我哋知道好多大學嘅環境係好自由主義好多父母親好想啲兒女咧去到好出名嘅大學讀書譬如去 Berkeley 有一個咧，我哋喺教會咧好愛一個年青人好優秀，又參加短宣，好熱心帶領高中嘅事工非常之優秀嘅一個年輕人好愛主。但係一入到去 Berkeley 之後，第1年就同爸爸媽媽講：我以後唔信耶穌。
嗱，我哋嘅面對嘅環境就係咁樣樣，好多青年人咧嗰個嘅價值觀啊，嗰個世界觀啊係改變咗有一個數據咁講係好負面嘅。一個數據咁講，佢話咧，根據呢個 American Worldview Inventory 2024唔係好耐之前舊年嘅數字話俾我聽，呢個 young generation 咧，包括咗大學生大部分嘅人咧接受講大話、墮胎、未婚成年人之間嘅自願性交、同性戀婚姻拒絕絕對道德嘅真理。大多數嘅呢啲大學生喺教會長大，呢個青年人都接受呢啲嘅觀念。更加可悲嘅就係當中有超過一半嘅人唔再將聖經視為道德嘅指南。我哋面對嘅青年人就係咁樣，負唔負面呢？非常之負面。但係希望大家應用翻頭先我所講嘅，因為神仍然作王啊！我哋唔好淨係睇負面啊，我用正面嘅態度去睇。神都教導我自己用正面嘅態度去睇青年人。點解呢？因為原來有啲嘢我哋唔講唔知，原來有好多嘢係正面發生緊。點解呢？我舉個例子，大家聽見年幾前有一個 Asbury University 嘅復興，有冇聽過？有聽。大家都問：咁而家 what's going on？ 咁而家點啊？啲火熄晒啦，係咪 ？No。我舉個例子，可能你聽過，可能你未聽過呢啲係最值得我哋參考。University of Arkansas 有1萬個學生聚埋一齊喺裏邊敬拜神，1萬。根本喺校園裏邊咧，好少見到基督徒聚埋一齊嚟到敬拜神。但係 Arkansas 係一個好自由派嘅一個嘅州，有咁多學生去敬拜神。好啦，有一個出咗名係放假家下叫做 Party School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原來喺全國裏邊咧係排第2嘅 second biggest party school。如果你仔女話媽咪我想去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讀書你要了解呢間出名嘅地方係 second biggest party school in the nation。但係神做咗啲好奇妙嘅事。最近係一個好大型嘅一個基督徒嘅聚會，4500個學生參加，350個學生接受耶穌做佢救主。Intervarsity Ministry 呢個校園傳道會佢哋舊年嘅成長係33%。換言之，有好多機會嚟到向大學生嚟到傳福音門訓。Jackson State University 見到喺校園裏邊好多到處都見到學生嚟到祈禱。Ohio State University 喺一次嘅1晚嘅聚會裏邊有2000個學生信主。神藉住啲數字嚟到提醒我，唔好淨係睇負面，睇正面。點解？因為佢仍然作王，雖然邪惡人得勢，雖然人嘅計劃當道，雖然人間慘劇不斷嘅發生，神仍然作王。我哋一齊祈禱。神啊，求你幫助我哋再重讀歷代志上下嘅時候，不再一樣。用你自己話語去鼓勵我哋點樣面對呢個動盪嘅世代，將你嘅話語藏喺我哋心中，激勵我哋，奉主耶穌嘅聖名祈求，阿門。